像是菩提树吗？菩提树会长在这里啊！哎呦，真厉害啊！这鸟会长出这个树这么大，还可以长得这么好。你看那个树根就爬在那个墙上，你看树根都没有到那个水沟里面，就爬在那个墙上面。哎呀，生命力真强！不是榕树耶，那是什么树啊？哦，你看，可能被锯了，还是又长出来。你看，树根就爬在那个墙上面。太厉害了！生命力真强。爱金清水公园，然后盐水桥南老街，盐水桥南老街。